湾市县北国小甲主题基金会合作，用25000个橄榄挂伫后巷打造一面橄榄挂艺术墙，代表咸水区的早操社、乐家以及滩涂鱼，成为这面艺术墙的主角。食品该做成品。县北国小师生开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合力完成这面橄榄挂艺术墙。学校特别举办艺术墙的发表会，市长恩伟体也特别来到学校，甲教育局长陈新辉甲师生斗阵完成最后的橄榄挂创作。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发想。当初也是因为同学在清理这个盐水溪畔的一些垃圾的时候，因为捡到很多的瓶盖。那大家在发愁怎么样子把这个瓶盖做有效的利用好的时候，来发想出来。因为大家知道保特瓶可以回收，但瓶盖怎么回收呢？所以说他们就把它做成一个漂亮的一个富生态意义的这个梦之河的墙。学生将艺术墙号名为 Dream River， 希望咸水溪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梦想之河，也呼吁社区民众共同爱护生态环境。教育局鼓励各个学校会当评估推动环境教育以及美感教育，增加学生对居住环境的认同感，落实永续环境行动。台南新闻杨松柏采访报道。